these pieces, broken and scattered, in mercy gathered, mended and whole, empty-handed, but not forsaken. I've been set free, I've been set fre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You take our failure, you take our weakness, you set your 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So take this heart, Lord, I'll be your vessel, the world to see your life in me. Oh,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life. All these pieces, broken and scattered, in mercy gathered, mended and whole, empty-handed, but not forsaken. I've been set free, I've been set fre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You take our failure, you take our weakness, you set your 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So take this heart, Lord, I'll be your vessel, the world to see.
saved a wretch like me.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You take our failure, you take our weakness. You set your 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So take this heart, Lord, I'll be your vessel, the world to see your life in me. Oh,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it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life. All these pieces broken and scattered, in mercy gathered, mended and whole. Empty-handed, but not forsaken. I've been set free. I've been set fre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赞美我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我们用祷告来经历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真实可畏的。恩典已降临，因为神的恩典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用欢喜的心一起来赞美他。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哭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抚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神的恩典已降临，因为他要使哀哭变为欢笑，他要使崎岖变为平坦，他已作王，已掌权到永远。
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爱谷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覆庇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来宣告神的恩典，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难成就的事。我们拍手，把荣耀献给神。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神的恩典已降临，我们靠着他，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要加给我们力量。我们的神是信实可畏，真实可靠，让我们可以触摸得到的。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无法再一人面对，还靠有你安慰，温柔为我擦泪。我发现我多么疲惫，在接受你的恩典之前，怎么配得你的宝血？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肯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们倾心吐意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来亲近，向他来敬拜。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不想再被世界追，寻寻觅觅多累，最后开始无解。你说我是多么尊贵，我的生命已被你赎回，只要享受你的恩典。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肯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不用说自己很勇敢，我们可以软弱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全然的接纳我们。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无法再一人面对，还靠有你安慰，
温柔为我擦泪。我发现我多么疲惫，在接受你的恩典之前，怎么配得你的宝血？耶稣，我需要你，每一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再次来到神的面前，主，谢谢你让我们透过诗歌来经历你，让我们再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是那真实的被神接纳的。我们再一起来唱，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不想再被世界追，寻寻觅觅多累，最后还是无解。你说我是多么尊贵，我的生命已被你赎回，只要享受你的恩典。耶稣，我需要你，每一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呼喊你的名，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能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再一次呼喊，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能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主，我需要你，每一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是神定恒的双手让我们能够勇敢站立。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所以我们要一起住在神的爱的里面，因为住在他里面的神就住在他们的里面。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神是我们一生的太阳，神是我们生命的光芒。主，你是我们的太阳，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以你恩典的美好奖赏。哦，主，你是我们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使我们单单敬畏你。在天上配得所有尊崇主你的荣
是世界的晨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晨光。主你是真光，你是永远的太阳，你满有慈爱，你满有怜悯。哦，主你是我们的太阳，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以你恩典的美好奖赏。哦，主你是我们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使我们单单敬畏你。在天上配得所有尊崇主你的荣耀，领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你是世界的晨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咱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晨光。全能的阿爸天父，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那永远的真光。恳求主挪去我们心中的帕子，光照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应许，明白神你的心意，顺服你的旨意，让所有爱你的百姓不断来经历神你的慈爱与大能，能够看见你，遇见你，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好，这时候我们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这一大刚强，贫穷这一战付出，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这一大刚强，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耶稣，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美好的主日早晨，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谢主，你一路的带领，保守弟兄姐妹们出入的平安。特别是在这个岁末冬寒之际，你一路带领我们。我们要特别为在职场上工作的弟兄姐妹们，求主你来纪念，赏赐他们足够的智慧和体力。让他们手所做的工能够蒙他们主管的悦纳，也蒙主耶稣你的悦纳，保守我们出入的平安。我们这样子的弟兄姐妹，现在甘心乐意的奉献，要用在主的圣工上头，求主耶稣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跟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请坐。好，这时候来看教会的报告。好，这个主日哈，12月24号是感恩节的主日。那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为着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恩典跟带领保守，我们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在核心同工退休会在下个礼拜六，11月30号早上8点。在教会出发，然后请参加的长子同工，着轻便的衣服鞋子，然后带风衣雨具哈。那我们预计是在8点返回教会。教会有一些纪念的照片，有3张哈。那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到1楼来登记。那我们登记的时间是到12月1号为止哈。那有3张的照片，一张是陈牧师的就任，好，那2张是户外礼拜，那1张是在真理大学的礼拜堂里面，然后这一张是在外面的哈。那有需要的可以去那边登记，好购买。然后迦南教会的圣诞晚会在12月14号的礼拜六晚上的6点到9点，那在教会的49号的2楼举行。那要报名的各单位哈，请注意时间哈。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是到12月7号，礼拜六截止。好，这个是2024年的圣诞晚会，那请弟兄姐妹多多来参加。好，宗教改革之旅的说明会下个礼拜，好，下主日12月1号，中午的12点半到1点，我们有一个说明会，好，那我们会邀请旅行社来跟我们说明。那我们这一次要去德国的地方，好，下主日12月1号第一场台语礼拜，我们举行长子的就任式，就是所有的长子哈。那原来的区长、小组长，我们会安排在12月29号就任。下主日12月1号召开417次的长子会，那请所有的长子同工准时来出席。那有要报告的，请将资料在11月27号礼拜3以前，交给行政干事。那如果有事情没有办法出席的，请跟牧师请假哈。好，再来下个礼拜开始哈，我们是开始进入待降节，有4个主日，那请服侍点足的长子同工，请注意这个时间跟日期。好，一样下主日我们进入12月份的服侍，好，请所有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同工，注意这个服侍的项目跟时间。好，第1期我们的初心造就课程已经结束了哈。那我们总共有25位，这边修改一下，25位完成结业。那如果说你有请假跟缺课2堂的以内的，可以来补课。那补课的时间是11月28号跟12月7号，然后需要登记哈，补课需要登记，请要补课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哈。再来，12月1号开始，我们有31天的圣经共读，我们要读罗马书，都是用华语的哈。那我们也是华语场，所以邀请欢迎弟兄姐妹我们多多来参与。好，我们现在是在读但以理哈，那快要读完了哈。那再来就是罗马书
请大家来参与。时间是早上6点半。那如果说6点半来不及，我们可以看7点以后的 YouTube 的重播。好，在社教60周年的纪念特刊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来投稿。那投稿的资料在周报的第3页那也可以到办公室索取这个投稿的报名表。就是我们从家里可以有过去在教会跟弟兄姐妹的照片，那加上你的说明，可以交给教会。那我们要做特刊来使用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好，真九图书馆的管理员，那服侍的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半，2个小时的时间。那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跟神育新执事来报名。好，再来我们的圣诞糕，我们在今天的截止登记今天截止，那在12点前到1楼的交易厅那边登记。好，再来11月30号礼拜6因为我们有核心同工退休会，所以当天的礼拜呢改为就是联合小组那我们与方舟团契来联谊，那时间是6点半开始。然后方舟团契他们在主日12月1号会在华语礼拜当中来献诗。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召开理监事的会议，请新就任的理监事来准时参加，在今天的下午1点，在401教室准时参加好，12月26号松大在教会的1楼举办书画国画展。那欢迎弟兄姐妹来参观，然后并且可以留名来支持好，再来松大讲座，11月27号礼拜3 10点半到12点半，主题是腹瘦减脂大作战。那讲师是邱师和医师。好，携手爱无限音乐见证会，时间是在11月28号礼拜4的早上10点半，在401教室。那我们是邀请艺人。布道团，艺人布道团，那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好，这是核心同工退休会那当天我们的教会有开放的时间大家注意一下，是下午的2点到10点。好，请注意这个时间。好，再来来宾介绍我们今天有2位来宾，第一个是刘冠良先生，刘冠良，好，起立好，我们拍拍手欢迎他。好，欢迎你。好，请坐。好，第2位是简廷豪先生，好，请起立。简廷豪弟兄，先离开，好 ，OK。好，我们欢迎新朋友好，再来，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念2次，来一起来。明智的领袖们将发光，像天上的光体一样。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但以理书12章3节再次。明智的领袖们将发光，像天上的光体一样。那些教导多人、秉公行义的，将像星星一样永远发光。但以理书12章3节。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节在但以理书第9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米底亚人亚哈水鲁的儿子大流士统治巴比伦国。他在位的第1年，我在研读圣经，默想上主告诉先知耶利米有关耶路撒冷将荒废70年的话。我进食，穿上麻衣，坐在灰尘里，面向主上帝恳切祈祷。我向上主我的上帝祷告，为我的同胞认罪。我说：主啊，你是至大的上帝，我们尊崇你。
你信守你的约，向那些爱你、遵守你命令的人施行不变的爱。好，以上。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陈牧师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边要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哦。好，那感恩节呢，在美国人的传统都要吃火鸡。为什么要吃火鸡呢？因为火鸡是很容易在冬天可以经过寒冬生存下来。那这个吃火鸡的传统呢，可以追溯到400年前的清教徒，他们移民到了这个北美的地方，开始在那边生根。而这段记载呢，也成为这个美国的先驱啊。那他们是一个要以敬拜上帝的国家，来在那个地方来见证上帝的作为。那陈牧师呢，有几年的时间呢，在美国服侍，在那边生活那真的是体验到这个美国人过感恩节真的是充满了感恩节的气氛。第一个呢，学校先放假1个礼拜，所以呢，从礼拜1放到礼拜5，加上6日，前一个6日跟后一个6日。9天，那小朋友一去哇，好开心哦！放放一整个礼拜的感恩节，圣诞节又再放一样，又再放9天。那在感恩节当中呢，哇，真的家家户户呢，都会聚集。那大部分呢，他们都是住在外州，所以会利用感恩节回来跟父母聚集。所以甚至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讲，比圣诞节还更加的重要。因为他们要在感恩节跟家里的人一起来团聚。那当然，在几年前这个感恩节呢，因为生意人这个感恩节真的那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所有的商店都没有开大家都关门，大家都回家过节，所以在感恩节白天呢，街上好冷清。但是后来生意人想说这样下去不行，他们会饿死，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 Black Friday， 就是黑色星期五，从感恩节的这个原来是隔天早上一大早开始做促销。然后现在越来越早，从感恩节的晚上8点就开始促销。有一年呢，牧师还跟着去排队，为了买一台电视。感恩节晚上呢，吃完饭就赶快跑出去 Best Buy， 然后去那边排队，为了要买那个 Black Friday 的那个促销。而今天的感恩节呢，或许在台湾我们并没有这么明显的感受，但是呢，如果你在美国的环境当中，感恩节的确有它的需要和必要。因为感恩节也是一个进入祷告的季节，进入寒冬的预备。虽然在台湾这几天呢，这几周天气变湿变冷，那昨天开始可以看到太阳露脸，但是呢，在北美的大陆那个极地的那个地方的生活环境呢，冬天就开始已经结冰。所以400年前清教徒他们来到这个北美大陆的时候呢，11月他们吓到了，跟他们从英国出发那个地方都不一样。甚至呢，在11月地上就结冰，所以他们甚至还从船上面到地上想说不行太冷，又回到船上面去住。可是呢，船上太冷，最后他们还是回到这个地上找地方来居住。而感恩节也是一个预备，因为他们终于学习到必须做好准备，才能够撑过这整个冬天。否则11、12、12 3月春天才会来到。这5个月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再去耕种，也没有办法去收成，在那个当中，他们真的会活饿死，所以他们只能够依靠祷告。所以今天感恩节，或许看起来都是吃大餐，家家户户在分享他们的美食，但是400年前他们刚去的生活是非常的困难，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但以理，他有卓越的灵性。而但以理的卓越灵性使他被提拔，不论是在巴比伦帝国或是在波斯帝国，他都得到王的重用，来掌管全国。因为他有那卓越的灵性，他能够在智慧人当中成为真智慧人，脱颖而出。所以牧师带领大家，智慧人真智慧就是知道谁在掌权，知道该如何生存，知道正直的大能。但以理他最值得我们敬佩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即便他得罪了人，得罪了王，但是他不愿意得罪神，所以他总是事事都要以神摆在第一位。所以很多人要控告他。我们读但以理书第6章就知道，那时候波斯帝国有120个省长，120个省长上面有3个总督。
但以理就是3个总督其中一位，但是呢，另外2个总督还有另外120个省长人，通通都要起来找但以理的麻烦。好，所以但以理的敌人多不多？非常的多。好，他要面对这么多人对他的指责，但是他们找了又找，找了又找，找不到任何把柄和过失，因为但以理怎么样？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但以理他有一个卓越的灵性，以至于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忠心，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的把柄过失，而他也能够在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能够在那边专心全心的来服侍。看起来是服侍地上的国、地上的王，但是他心中服侍的是天上的国、天上的王。所以我们在这读但以理书的过程当中，的确有很多的学习。但是呢，如同之前牧师所分享的，读但以理书最大的挑战，不是在前面6章，是从今天开始的第7章到最后的结束。这是一个困难，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意象，有很多的预言，有很多的异梦，没有办法去理解。当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就会恍神，好，我们可能就会失神，好，可能就觉得读不下去，好，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把但以理书读完。但是牧师希望透过今天好的这个信息，但以理的祷告，能够帮助大家抓住但以理书后半段的重点，也期盼大家在接下来这个礼拜要读但以理书的后半段的时候，你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好，那在这边也要预告，但以理书我们接着要读的是罗马书，我们要用31天。罗马书好，更是圣经当中非常宝贵重要的一卷书。为什么我们明年要去德国的宗教改革之旅？因为我们知道，在500年前，1517年，马丁路德在那边他提出了宗教改革，并不是从他开始，但是马丁路德他真的点燃宗教改革的火。为什么马丁路德他点燃宗教改革的火？因为他读了一卷书，哪一卷书？就是罗马书。他读了圣经当中的罗马书里面的第3章的一句话说：“义人并因信得生。”这句话让马丁路德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发现他所处的教会，当时天主大公教会的环境当中，很多不符合信仰，甚至根本不能使人得救，唯有因信得生。所以呢，他就痛定思痛，从罗马书他开始找到了光，找到了方向，找到了盼望，知道怎样在黑暗当中找到出路。所以邀请大家在但以理书读完之后，能够一起来读哪一卷书？罗马书。有没有信心读完？有信心，好像只有听到1/3人有信心啊。好，有没有信心读完但以理书？有没有信心读完罗马书？好，要有信心，好，因为一开始没有信心的话，更困难。好，这是牧师带领大家今年共读的第9卷书啊。这9卷书当中呢，好，其实有很多都是很不容易读，但是当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上帝在对我们说话，而且呢，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当我们读了上帝的话呢，好，就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有精神哦。好，所以邀请大家好，能够一起来经历读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是感恩节主日。虽然我们住在一个温暖、四季如春的台湾宝岛，没有办法感受到北美大陆当初清教徒他们所面临人生当中的暴风雪，甚至面临艰难的环境，主啊，但是你依然给我们学习感恩的机会。主啊，我们要向主感恩，我们要向我们的父母感恩，也要向我们周遭的人感恩，也要向那些为我们灵魂守望代祷的人感恩。主啊，也同时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面对众人，用感恩的心来面对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感恩当中看见上帝的恩典满满，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但以理的祷告，牧师找了3个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但以理他是在禁食当中祷告，我们一起说但以理在禁食中祷告。不晓得你有没有禁食过？你禁食都会想到你禁食多久？好，有人说你的禁食1天、3天、7天、21天、40天，好，大概人可以禁食大概最长就是40天。
但是呢，禁食祷告是在于多长多短吗？好，并不是，而是要明白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但以理的这段禁食祷告呢很长，好，所以让大家看原文这么长。但是呢，这段祷告当中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粉红色的但以理在做认罪的祷告；第二件事情，蓝色的但以理在跟神求。他为什么要跟神求？他为什么要禁食祷告？因为他知道，他如果没有透过禁食悔改的祷告、认罪的祷告，他没有办法跟神求的东西，神没有办法应允。所以他找到了一个透过禁食祷告，回到上帝面前修补跟神的关系。而他跟神求呢，从16节到19节，我把它放大，有求4件事情。我邀请大家读那个 highlight 的地方就好。第一个，求你按丰盛的公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第二个，代理求你垂听的祈祷恳求，为你自己的缘故，使你的脸像荒凉的圣所发光。第三个，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那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最后，求你垂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侧耳，求你实行，为你自己的缘故，不要迟延。但以理求这几件事情呢，是他真正心中的目的。但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没有跟神好的关系，上帝不会听他祷告。就如同小孩子被自己的爸爸妈妈管教，爸爸妈妈生气之后不跟他讲话，不理他，孩子要怎么样？跑来跟爸爸妈妈认错道歉啊，爸，对不起，妈，是的，我不对啊。好，那请你原谅我。爸爸妈妈当然乐意的，愿意再来原谅他。而同样，但以理知道，上帝的百姓跟上帝之间有一个隔阂，必须透过禁食，透过认罪。而他所求的这4件事情呢，代表的第一个，上帝不要再生气；第二个，求上帝怜悯，我们已经被管教到荒凉，连这个圣殿、连这个教堂都已经荒凉。第三个，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看，因为我们这一群人不是只有看这个地方，还要看我们这一群人流离失所，但以理都被从犹大耶路撒冷抓来到巴比伦，成为人的俘虏。他也求上帝看顾这些在外国生存的本地人，上帝的子民，他们在那边的生存能够度过寒冬。第4个，求主早日赦免。最后，上帝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但你的祷告在求的这些事情当中，他最后的目的是要让上帝的旨意计划能够来完成。什么是上帝的计划和旨意呢？就在后面接续但以理的祷告当中。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有卓越的灵性，在黑暗之中找到出路。我们说一次，卓越的灵性在黑暗之中找到出路。不晓得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黑暗？在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不晓得该往哪里去？但以理他能够找到出路，是因为他与神的关系，他有那卓越的灵性，而这卓越的灵性使他能够脱颖而出，而这卓越的灵性使他知道他的祷告不通，必须要跟神先要能够沟通，所以他跟神沟通，他必须要学习祷告的功课。而祷告的功课，就是每一个祷告只有3个答案。你知道哪3个答案呢？第一个就是 yes， 第二个就是 no， 第三个就是 wait。好，再说一次，每一次你祷告有3个答案，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二个，第三个。好，上帝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合神心意，上帝说好，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候你没有按着神的旨意求，是妄求，是要享受在宴乐当中。上帝说不要。但是呢，有时候你是按着上帝的旨意求，上帝为什么还没有说 yes？ 因为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叫做什么？ wait， 就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等候。今天我们就来看但以理，他怎么样在 yes 当中也要学习 wait。他知道 no 的地方就是要认罪，这些上帝说 no 的，他都要一一认罪，让上帝没有说 no 的机会。而第二个呢，但以理当他得到上帝的 yes， 而上帝呢就让他进入在异象当中来祷告。但以理怎么在异象当中来祷告呢？他在第9章后面继续21节说，我但以理正在祷告当中说话，他跟神说话。
先前在异象中所见那位加百列天使，约在献晚祭的时候，迅速飞到我这里来。他只叫我说，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粉红色。但以理呀，现在我来到，是要使你有智慧，要聪明。你刚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现在我来告诉你，因你是蒙爱的，所以你要思想这事，明白这意象。当但以理在祷告意象当中，当上帝开始给他 yes， 上帝不是先给他内容，而是先给他意象。他做的梦中还有意象。而这意象但以理没有办法明白的时候呢，上帝差派天使来帮助他。而这天使呢，就教导但以理说，天使来是要让但以理能够明白意象。所以这整个祷告的过程呢，就是但以理禁食祷告，是为了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为了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给他看到意象，他不明白，上帝派天使来帮助他。而天使告诉他23节，当你开始求的时候，就有命令从上帝发出。所以天使奉上帝的命令要来帮助但以理。现在天使来到了，告诉但以理，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是蒙爱的，所以你要思想这整个意象，你要明白这个意象。而这个意象呢，代表了但以理他得到上帝的领受帮助，有智慧有聪明。而这个意象呢，也让但以理知道，从他祷告的开始，上帝就乐意要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而这意象也让但以理知道，神要将神的意象要成就的事情赐给蒙爱的人。蒙爱的意思就是看为宝贵。但以理是上帝蒙爱看为宝贵，所以在全部的犹太人当中，只有但以理他梦到了这意象。但是不是只有给但以理，透过但以理记载下来，要让全世界的人明白上帝的时间表。上帝的时间表是什么？你从但以理书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异象异梦，而这些的加起来，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所要进行的事情。历史的英文怎么说？ History 就是2个英文字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就成为一个 history， 就是一个历史，就是一个时间轴，是一个 timeline。上帝要把他在创造天地，从创世纪开始到世界的末了启示录，这个故事，他的故事要串联起来，透过这个意象，透过这个时间表，要让人来明白。但以理是蒙上帝所爱的，因为他有卓越的灵性。在卓越的灵性当中，他能够在意象里面找到方向。很多人会做异梦，像约瑟一样，小时候的创世纪的约瑟，他做了异梦，然后他就到处讲了之后就被他的哥哥埋在丢在坑里面，卖到埃及去。但是有意象，如果没有天使的帮助，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把上帝的意象明白。今天我们也可以说，圣灵帮助我们在读圣经，在读这些意象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天使。但是你不用再请天使加百列来告诉你怎么读圣经，你可以请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来读圣经，明白进入真理。阿们。所以当你读圣经遇到读不懂不明白的时候，你要学习但以理祷告，你要学习跟神求，学习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意象当中能够去明白上帝所要说的话，而并不是去翻。我不是说去翻这个解经或是释经的书籍不好，而是你要建立跟神的关系。解经书，这些解经的人，他们能够写下解经书，也是因为他们跟神祷告，有圣灵的帮助，他们能够进入到上帝的真理当中。但是我要说的，你只有读解经书，不能够明白进入真理，只有圣灵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阿们。跟你旁边说，只有圣灵才能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只有圣灵才有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所以你不是买了一堆的解经书、释经书、研经书，然后听了一堆研经的影片，但是都不需要圣灵。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帮助，你是被人带领，被这些解经人带领。唯有你要建立与神的关系，上帝乐意差派使者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第二个祷告，从禁食当中进入到异象当中，因为他开始跟神的关系修补了，他认罪了，所以上帝乐于把异象给他。他不明白，上帝也乐于派天使来帮助他。第三个，我们要看到但以理的祷告是在平安当中来祷告。到了第10章，也是接下来我们这个礼拜要读的每一章，都很难理解。但是呢，你可以按照圣灵的带领，可以明白但以理的祷告是为了上帝要让他明白上帝要启示的奥秘。在第10章当中呢，但以理他来到了巴比伦底格里斯河，就是波斯帝国的境内，看到了异象。而这个异象呢，是一个天使带给他。而这天使带给他的时候呢，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呢，也解开了人类的奥秘。为什么祷告不是 yes no， 还有第3个选项叫做 wait 呢？因为我们这个字比较浅，所以我来念给大家听。这个天使来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自从第一日你立志要明白，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你的话已蒙应允。我就是因你的话而来。”本来是 yes 的哦，但波斯国的领袖拦阻我21天。看哪，天使长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因我被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你百姓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未来的日子。原来但以理从21天3个礼拜前的祷告，上帝就说 OK yes， 上帝要让但以理明白进入这异象。但是这21天但以理都没有办法领受到讯息，为什么呢？因为有属灵的征战，有波斯的魔军，有这些的恶者的搅扰。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今天你能够坐在这边做礼拜，你能够坐在这里张开你的耳朵，还没有睡着，还能够用耳朵听牧师在讲但以理书上面的但以理的经文，因为你的拦阻有神为你祷告，因为有上帝的使者在帮助你，让你可以坚持，让你可以撑到你听到上帝的话。但是很多的人在拦阻当中没有办法听到神的话，因为罗马书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第7章说我真是苦啊，他一直生活在罪恶当中，因为他活在黑暗里面，没有光来照他，他活在绝望当中，因为没有神的话向他来启示，他活在一个害怕的环境当中，因为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今天你能够既然继续坐在这里听神的话，今天你能够在早上愿意一大早寒冷天气愿意起床，离开棉被，打开圣经，或是打开 YouTube， 打开这个 Google Meet 来共读听神的话，是因为有上帝的使者帮助你，为你祷告，让你没有拦阻，能够听到神的话。阿们。所以你不要觉得这是靠你自己，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你能够在神面前亲近神的机会，都是神爱你，你是蒙爱的人，神要帮助你，差派使者来带领你，让你能够听见神的话，而不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决定，我想要这样就这样，我想要那样就那样。尼布甲尼撒王，上帝也警告他，当他谦卑的时候，上帝就让他兴起；当他骄傲的时候，我们才刚读完第4章但以理书，骄傲的时候，那一天上帝就败坏他，让他7年过得不如人的生活，像是畜生住在旷野，喝地上的露水，衣不蔽体，指甲长得跟鸟的鹰爪一样，头发长得跟老鹰的羽毛一样，因为失去上帝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唯有读上帝的话，才能够让我们活出上帝的形象。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唯有读上帝的话，才能让我们活出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话是要使我们蒙爱蒙福，活出上帝的形象。但以理他所要领受的异象启示，是一个神对世人所说的。所以在18节当中，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在但以理的书的第10章的描述呢，是一个人子。这个人子呢，我们可以
后来就知道这个人子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耶稣。耶稣来到但以理的身旁，对他说：“看得到这个字吗？蒙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要刚强。”好，请大家再读一次：“蒙爱的人呐，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要刚强。”耶稣他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要对我们说一样的话：平安，愿你平安。复活的耶稣遇到门徒，第一句话就是说：愿你平安。那时候门徒非常的害怕，他们不知道方向，因为他们的老师拉比耶稣被抓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白葬了。好，现在呢不晓得耶稣在哪里。但是耶稣来到但以理的身边，耶稣来到门徒的身边，耶稣来到我们的身边。第一句话：不要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刚强的意思就是你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刚强。你要知道，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上帝已经胜过一切的苦难。而接下来，好，这个但以理一听见耶稣对他所说的话，本来他禁食21天，他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衰弱。还有但以理这个时候已经是80岁，好，他已经是80岁的年纪。80岁你可以禁食多久？好，不要说21天，禁食21个小时，好，都会觉得快不行了。好，21个小时不吃东西，你可能都会觉得不行。80岁的但以理禁食了21天，而耶稣来到他的身旁，不要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但以理一听到主耶稣的话，他就说：主啊，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当他听到主对他所说的话，他又重新得力。而主就对他说了下面这段话：你知道我为什么到你这里来呢？因为我现在要回去与波斯的领袖征战。我去了之后，看希腊的领袖必来，我要将那记在真理之书上的话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天使米迦勒以外，没有人帮助我们抵挡他们。耶稣在告诉但以理，就是启示录的画面，就是上帝继续差派耶稣和他的使者为我们征战。在这地上有不断的征战，不断的征战。很多的灵魂因为地上的国、地上的君王，他没有办法来听神的话，他没有办法来到教会，他没有办法来到这边敬拜上帝，没有办法敬拜神。而唯有这些率领的征战，上帝的使者救他们脱离这一切的凶恶，在这一切的拦阻当中。而但以理他在这样的异象当中，他知道原来21天的禁食是一场征战。当你为了神愿意割舍放下你的最爱，好，就是在一个征战当中。而征战必定要得胜，得胜才能够明白异象。但以理在得胜当中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而这异象当中让但以理非常的害怕，甚至没有力量。但是当主耶稣来之后，但以理更加的惧怕。但是当主耶稣一开口说话的时候，但以理说他马上得到平安，而且力量也临刻临到他的身上。但以理有卓越的灵性，他在恐惧害怕当中，他找到了力量。所以今天这3个祷告，也是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学习。第一个，但以理在禁食当中的祷告，求主怎么样？为了恢复跟神的关系，为了他能够明白神所要给全世界的故事 ，His story， 上帝的旨意，他要去明白。如果你不明白，你只是活在地上的故事当中，却没有活在天上永恒当中。而上帝要让人活在他的永恒当中。第二个，但以理在异象当中来祷告，这异象他没有办法明白。过去他帮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他帮伯沙撒王解释那墙上手指头的字，全巴比伦波斯的智慧人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但以理能够解开。但是上帝的异象实在太巨大，他没有办法明白。但是在祷告当中，上帝让使者帮助他，让主耶稣来到他的身旁，让他有力量。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上帝的话，看见这些的意象不明白的时候，天使告诉我们要思想，要思想，
如同马丁路德他读到了罗马书义人必因信而得生这句话的时候，不断的反复思想，到底什么叫做得救？难道要买赎罪券才能够得救吗？难道一定要成为神父才能够得救吗？难道一定要跪在教皇的面前才能够得救吗？当他思想原来是因为相信主耶稣就能够得救，所以就开创了宗教改革500年，到现在是507年了。明年我们要去的时候就是508年。在这508年当中，真的让人回到圣经，回到信心，回到最一开始上帝所给亚伯拉罕的，就是因信称义这样的祝福当中。第三个，我们看到但以理在平安当中的祷告，神告诉他要刚强，不要惧怕。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礼拜是感恩节，虽然在台湾没有多少人在过感恩节，但是基督徒永远都要学习感恩。我们利用感恩节的机会来向神献上感谢，也向我们身边的人献上感谢。在你感恩的祷告当中，你愿不愿意为神来进食？愿不愿意用进食的方式跟神有更好的关系，而不是跟神糊弄，跟神的关系模模糊糊，好半梦半醒之间。而你愿不愿意像但以理一样，当神把他的意象启示给我们，当我们开始读但以理书，开始进入上帝的意象当中，我们是否愿意思想神的意象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个，当主耶稣来到我们的身边，在这意象当中，在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当中，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你要刚强，要刚强，连续讲2次。你是否愿意在祷告当中刚强起来，而不再看自己的软弱呢？但以理有卓越的灵性，他能够在黑暗中找到出路，在异象中找到方向，在害怕当中他找到力量，他找到平安。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与神同行的过程，请大家说一次，祷告是与神同行的过程。你只有3个答案，第一个是 yes， 第二个是什么 no， 第三个是 wait。而我们永远在这个 wait 的当中祷告，这是一个过程。从你祷告的第一天，从但以理身上我们就知道，上帝在第一天就乐意给那些蒙爱的人，愿意给他方向。但是祷告需要耐心的等候，因为春天终必会来临。400年前，1620年，那一批在英国的清教徒搭乘5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登陆的时候，当他们来到的时候，这船上有102人，但是经过第一年的冬天，那年冬天又特别的寒冷，跟他们所住的美国不一样，有一半的人死去，只剩下了53个人活下来。这53个人活下来，他们开始知道，他们不能回去，他们必须要留在这个地方，而他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与人和好。在这个地方能够帮助他们的，好，并不除了上帝，上帝还留了一批印第安人。这批印第安人呢，好，根据考古学家，他们可能已经存留在那个地方上千年、数千年之久。数千年，印第安人能够突破那个北美那个寒冷的天气，冬天那个冰天雪地的天气，他们却能够穿少少，但是他也能够在夏天生活，也能够在冬天生存。他们与那地的百姓和好，所以印第安人就来教这一些清教徒，教他们来种玉米，玉米能够在冬天里面不会烂掉，不会坏掉，他们有食物吃。教他们养火鸡，这个火鸡的耐力特别好，所以而且肉又够多，好，可以让他们慢慢的吃，至少撑过5个月的冬天。而他们互相的谅解、饶恕、和好，而他们留下了感恩节感人的故事。看起来很感动人，但是呢，地上的国还是地上的国。16年后，这个 Paycor 这个战争呢，却看到这些的移民者大量的杀害当地的印第安人。原来有8000多个印第安人，在这个16年后被杀的只剩下多少？剩下1500位，3/4都被杀死。地上国好看起来就算是清教徒，看起来他们有崇高理想，但是地上的国还是会有纷争，如同但以理书7章、8章、9章所看到的异象。
这是第2章尼布甲尼撒王的异象，这是第7章但以理他梦中的异象，这是明天要读的第8章但以理看到第2个异象。在这些异象当中，所代表的是上帝在地上的国不断的兴起，又不断的衰败。上帝会兴起他不同的仆人，但是呢，唯有上帝的国是永远不改变。所以能够明白进入异象的当中的，就能够与神同行，而不会跟着巴比伦、跟着波斯、希腊、罗马帝国跟着灭亡，被风吹散，就从历史上消失不见。不会，只有进入在这上帝的意象、上帝的 season、上帝的时间、上帝的季节当中，才能够与神同行。所以祷告是一个与神同行的过程，经过春夏秋冬，即便在冷的冬天，也要知道春天必定会来临。所以但以理书的第9章，但以理做了伟大的祷告，他为他的自己个人家族，为他的祖先国家认罪悔改。而上帝也回应他，让他做好了和解、饶恕，并且与神和好，才能够与人和好。所以但以理的一生，即便遇到很多人要陷害他、攻击他，但是他与神同行，他所到之处，上帝都保守他，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第2个，我们看到与神同行，就是要在寒冷的冬天来到之前，要收割，要储粮，要做计划，要做预备，并且在冬天当中不要失去盼望。我曾经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牧会的时候，哇，这个冬天冷到说好想念台湾，好想回台湾；在夏天的时候热到说好想念台湾，好想回台湾。因为如果你夏天没有冷气，冬天没有暖气，我真的可以在那边可以感受到那些人要怎么活下去啊！那么热，45度，甚至你去到那个叫 Death Valley 50度，我们曾经开车去到那个 Death Valley， 下车太热了，马上回到车上，手一放到方向盘，手都烫到，那个只有在那边短短的不到10分钟，那个方向盘都会烫手，你根本没有办法开车，就要把衣服把布拿出来这样开车，因为太烫了。你没有想过开车会这样？冬天那么冷，那个水会结冰，那个水呢，如果你不让那个水龙头继续流动的话，那水就停在那边就结冰，结冰你就没有水可以喝。在人生当中也有这样子的冬天，我们住在台湾实在是怎样？太幸福了，那个叶子也不会掉光光。你看现在路上的树，在美国在冬天的地方，这时候早就树上一个叶子都没有。那时候我们住的房子前面有一棵树，哇，这个夏天就很高兴，这个树的叶子长出来，在树下就很凉快。冬天需要晒太阳，那些叶子全部掉光光，太阳还可以照进来，让你这个家里面可以温暖一点。所以发现上帝的创造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奇妙。但是我们住在台湾，都不用这个树有叶子没有叶子，对我们来讲都差不多。再冷也不会冷到哪里去，再热也不会热到哪里去。这个我们住在这边的恩典啊。但是呢，在人生当中也有冬天，在上帝的故事里面 ，history 也有冬天。所以这个天使来告诉但以理，禁食祷告21天，要让他明白。末后必有艰难的日子，还有大灾难，必须要做预备。怎么做预备？就如同这些清教徒，这些来到美洲大陆人，他们要学习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学习新的耕种方式，他们要学习吃新的食物，不能够用他们原来旧的生活。同样，上帝也透过但以理书告诉基督徒，上帝的国要临到。你要进入天国，就必须要准备。你要过新的生活，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什么？新造的人。你要才进入新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在末日、在大灾难、在寒冬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活下去。相关的细节，你可以看马太福音24章25节，24章25章。在末后的日子当中，如果你没有活出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挺过去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第7章，耶稣的登山宝训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新生活。如果你没有爱你的仇敌，如果你没有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
当末日灾难来的时候，你是活不下去的，你是 out 出局的。我们要怎么样在上帝的意象当中、上帝的历史、上帝的时间表当中，能够直到最后，我们要看见这些意象，他所要教导我们所要过的生活。最后但以理这一卷书的结束，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祝福，是一个启示录。经过了19章，最后审判进入了20章和21章，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是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新天新地。在这里，上帝告诉但以理，像但以理一样的人要发光如星，一人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读一次：一人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上帝让但以理的意象当中的结论就是，许多的人不在意象当中，不明白，就像是睡在尘埃，睡在黑暗当中。但是明白意象的人，他们会复苏，而复苏的人其中有得到永生的，但也有人没有进入意象的，他就受羞辱，永远被憎恨。而第3节。好，这是第1节、第2节。好，所以这个在第1节这个讯息呢，是天使长，好，他来把这个讯息带给但以理，说你愿上帝保佑你的百姓的天使长米迦勒，必定要再起来为上帝的子民征战，并有大艰难。自从有国以来到此时，未曾有过这样的事。所以那是一个寒冬。那时你的百姓凡记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就是这个启示录的讲的生命册上。第2节，睡在地里尘埃中的，必有许多人醒过来，其中有得永生的，但是也有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恶的。永远被憎恶的，就是不能够进入到那新天新地，只能够哀哭切齿，只能够在硫磺火湖当中。而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领许多人归于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牧师讲这个道呢，其实有点辛苦，因为呢，大家没有先把但以理书读过，你要消化这么多东西很困难。但是呢，牧师希望大家抓住，用最简单的方式，你能够抓住，这是上帝要给世人的信息。这个信息不是只有让你听一个讲道，而是给全世界的人。所以为什么但以理书的第2章到第7章要用亚兰文，不是用希伯来文？第1章是希伯来文，第8章到第12章是希伯来文。为什么中间这一段要用亚兰文？因为上帝要全世界，亚兰文就是当时全世界的共同语言，就是今天的英文。上帝希望这一篇的信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看，有机会听，最后我们才能够成为因信称义的人。而这个义人呢，在但以理书有一个很好的图像，叫做星星。今天刚好后面有一颗星星。义人要成为星星，并不是在但以理，在亚伯拉罕的时候，90岁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多国之父、多国之母。他说：我连儿子都没有，我现在有的儿子是我的女仆所生的以实玛利。但是上帝就要亚伯拉罕出来，你出来，你看一下外面天上的星星，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样的多。那些星星不是指说亚伯拉罕自己拼命生出来跟星星那么多，而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每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一颗天上的星星。好，跟你旁边人说，有信心的人就是天上的一颗星星，有信心的人就是天上的一颗星星。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你愿不愿意成为一颗天上的星星？这星星要放在哪里？我们会把星星放在地上吗？圣诞树的星星，我们不会把星星挂在最下面，一定会有一颗星星。好，所以从12月开始，我们会再复习这个 K 明星，好，这个东方明星，好，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诞生，他是我们的最高的盼望，他是一个义人。而亚伯拉罕的信心、但以理的信心告诉我们，只要愿意因信称义，带领其他人进入这个信心当中的，他就要发光，
如新，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这一卷但以理书当中，里面包含上帝对全人类、全世界，还有每一个进入到上帝家中的计划。而但以理的个人的部分呢，出现在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至于你，你要去等候结局，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刚才有说但以理这时候已经是80几岁。他从17、18岁就成为俘虏，他是一个贵族出身，但是呢，他却去到巴比伦成为俘虏。从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信心，绝对不吃这些巴比伦拜过偶像的东西来玷污自己跟神的关系。他的3个朋友也不跟这个巴比伦王所建筑的这个金像来跪拜。但以理他也不改变他祷告的习惯，他一定要每天3次跟神祷告，甚至但以理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他不懂的，他一定要明白，禁食祷告，为了要能够明白上帝所说的话，每一字每一句话。而上帝给但以理的祝福是，这些事情你从年轻17、18岁到你现在80几岁，这些事情你做得很好，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现在你可以安然而去。你去的时候，这一句话好像就是让但以理他可以安息。但是你现在不管你的生活如何，你只要做一件事情，等候上帝的时间，上帝的 timeline 时期来到，而你必安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起来意思包括复活。但以理他有这样信心，再复活，享受你的福分。罗马书虽然没有写在旧约，可是在旧约当中的人，只要读过了但以理书，就好像读过了罗马书一样。就在这12章当中，就好像读过了启示录一样，就好像在这但以理书当中读到了提摩太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样，明白了过去，明白了现在，也明白了将来。所以上帝不偏待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圣经，你接受耶稣成为救主，你受洗成为一位基督徒，你要知道，在上帝的口中眼中，你是一颗发光的星星。跟你旁边人说，你是一颗发光的星星。好，每次都对旁边人说，好，这次对自己说，我是一颗发光的星星。我们要为主来发光。怎么样发光？领人归义，带领人进入正直，就是要带人读圣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圣经读好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帮助人读圣经呢？牧师每一天要带领大家读圣经，你想说牧师只要早上起床，圣经翻开就可以开始来读圣经吗？不可能。牧师要花的时间比这个读经的时间至少要花4倍5倍。如果我们早上聚会只有30分钟，牧师大概要花3个小时，花3个小时。如果像但以理书这一卷书，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准备。但是牧师花这么多时间，牧师不是在意说我的时间很重要，在意的是上帝的话很重要，而这些信息有上帝帮助这么多的人贡献，让我们今天可以很容易，只要花30分钟就可以读上帝的话。但是我们却让他错过，再错过，再错过。连这一卷最重要的罗马书31天，看起来好像很长，但是如果这31天你好好的读这一卷书，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我再说一次，这也是我读罗马书认真的读完的之后的感想。当我认真的读完罗马书之后，我发现我好像换了另外一副的眼镜，我看每一件事情真的不一样。这也是我读但以理书认真读完之后的感想。读完但以理书之后，我觉得人生好像活在不一样的层次。过去好像在地上走，现在好像开始在天上飞，因为你有上帝的话在帮助你，不会只有被眷恋在这地上，而是因为有上帝的话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有没有参加共读，但是你要读神的话，
而在这个礼拜当中，如果我们有小组的聚会，你可以来分享一次祷告得到平安的经历，甚至在感恩节当中，礼拜四是 Thanksgiving， 你可以真的好好的来感谢神，好好来感谢人。有谁哪一个人你想要特别的来感谢他？为什么呢？而第三个，但以理的祷告，对今天我们看到他在禁食当中祷告，异象当中祷告，在害怕变成平安当中，他也祷告，对我有什么新的学习呢？而最后牧师在用这3个经节，我把它稍微缩短浓缩，好，让我们可以复习。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什么呢？开始祷告就有命令发出，因我们是蒙爱的。不要放弃你祷告的习惯，不要因为你祷告还没有成就，上帝没有垂听，说上帝啊，我为了这个工作祷告多久，我为了这个婚姻祷告多久，我为了这个机会祷告多久，上帝好像没有垂听。你要有但以理的眼光，背后有拦阻，但是上帝如果是合上帝心意，上帝已经派出他的使者，上帝已经派出他的天使在为你征战，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祷告。你不用拿刀，你不用拿枪，你不用征战，你只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上帝亲自为我们征战，因为我们是蒙爱的。第10章第12节，我们要思想，自从第1日立志要明白，祷告就以蒙应允。当你第一天立志要明白神的话，当你第一天立志我要把但以理书好好的读完，当你第一天立志我一定要把罗马书读好，当你立志祷告明年我一定要去德国，要参加宗教改革的旅行，听起来好像遥不可及，但是当你立志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上帝合乎上帝的心意，上帝都乐意帮助你。而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当一个祷告的人，最大的奖赏就是在第3节黄色字，我们一起来读：那领人归于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上帝对每一个向但以理祷告的人说：孩子，不要害怕，你是一颗星，这一颗星虽然不会自己发光，但是当上帝的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光辉，他就可以成为一颗星星，指引世人方向，在黑暗当中给人盼望，在艰难当中给人安慰。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要用这首诗歌宣告：主，你是我们的太阳，义人必要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主，你是我们的太阳，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以你恩典的美好奖赏。主，你是我们救赎主。哦，主，你是我们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使我们单单敬畏你。是的，主在天上，在天上，配得所有尊崇出你的荣耀，领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你是世界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亲爱的弟兄
是否愿意像但以理为主发光？你是否愿意如同但以理有那卓越的灵性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每一件上帝的事上，在大事上忠心，在小事上要更忠心，在有人看见的时候服侍神，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也要服侍神，在顺境的时候祷告神，在逆境的当中更要祷告神。你是否愿意如同但以理一样明白祷告的奥秘，在禁食祷告当中恢复与神的关系，因信而称义，在异象当中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因信而得成圣，在上帝的旨意末后的日子当中，你能够通过各样的层层考验，经过那寒冷的冬天，能够因信得着荣耀，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这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对神儿女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日头，是太阳，是我们的盾牌。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惊慌，再大的困难，再大的艰难，神为我们亲自来出征，为我们来抵挡。你所要做的就是等候，再等候，不要放弃祷告的信心，不要放弃祷告的习惯，而是你要持续的等候，因为只要按着神的旨意求，神终必要成就。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神必定要垂听，神必定要帮助。让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来宣告：主，你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要成为义人，发光如星。主，你是我们的太阳，满有慈爱、怜悯、恩惠、荣光。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属于你的百姓，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如同但以理，主啊，我们的祷告，主，你是我们救赎主，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使我们单单敬畏你。让我们来祷告。在天上配得所有尊崇出你的荣耀，领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你是世界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再次定睛天上，在天上配得所有尊崇出你的荣耀，领导全地上，在黑暗中照亮。你是世界的真光，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来颂扬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万民都歌唱，我们不再悲伤，因你是唯一盼望，我们同心宣扬，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是的，主，你知道冬天要来到，天气变得更加寒冷，生活变得更加不容易，这个世界充满更多的挑战。但是感谢主，你已经让我们明白知道这一切事情
的确会发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认罪悔改祷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明白异象奥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如同聪明的童女，预备好油，预备好面对这一切的灾难要发生。让我们每一天所读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每一天所打开的圣经，所聆听的话语，就是面对灾难，面对危险，面对寒冬当中我们灵魂的食物，我们生命当中的平安，我们生活当中的勇气，让我们能够刚强勇敢来站立。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话语和应许，再次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生活当中能够定睛在天上，因为这地上一切都要过去，唯有天上存到永远。唯有你的话是永远长存，永远不改变。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如同天上的使者帮助我们明白进入真理，明白上帝的奥秘，能够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在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不论是早上，不论是夜晚，不论是白昼或是黑夜，主啊，你的话语都要与你的仆人同在，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仆人，我们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乐意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你在乐意教导我们明白。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过着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生活。主啊，释放你的仆人得着平安，释放你的仆人能够进入安息，释放你的仆人能够刚强来站立，好在每一天磨难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抵挡得住，还能够站立得稳。主啊，赐给我们力量，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再次让我们靠主的话语得着帮助，让我们身上的疾病得到医治，让我们身上的贫穷能够成为富足，让我们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在主的里面，我们要为主而活，为主发光，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星星，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主啊，你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位因信称义、神所喜悦的儿女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要有信心的来宣告，神的恩典已来到，他已使软弱变刚强，贫穷成为富足。我们一起拍手来敬拜，将软弱变为刚强，贫穷成为富足。瞎眼的看见，骸骨变为跳舞。一切山洼都填满，崎岖成为平原，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试炼和艰难，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在恩典深处，重担都变为轻省。神的恩典已降临，喜乐充满我们中间，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拯救的事。依靠全能神，依靠全能神，没有能拯救的事。我们拍手，再次把荣耀归给神。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边，可以跟你隔壁的说感恩节快乐，我们互相祝福，感恩节快乐。快乐。